嚟講啦，笑容代表一個人嘅自信。我係做娛樂新聞嘅，成日都要出鏡見觀眾、見藝人。一排健康整潔嘅牙齒咧，對我嚟講好重要㗎，所以我一向都好注重牙齒嘅清潔同埋保養。第一次嚟呢度已經覺得呢度嘅環境乾淨又舒服。唔講住啦，高蘭叫我啊。我本身有諗住喺香港做㗎，但係其實喺香港啦，要夾到時間做洗牙啊、美白啊，一啲都唔容易啊。最緊要係價錢唔平啊嘛。咁我就上網揾資料啦，發現內地咧有一啲大型嘅正規診所，好似愛康健咁啊。唔單止設備好新啦，流程又好清楚啦，最緊要係可以一次過做晒洗牙同埋美白啊。我覺得最放心就係醫生講解得好仔細啦，每一步都會預先同我講會做啲咩啊，會有啲咩感覺啊咁樣。我最驚就係唔知發生咩事啊嘛。但係呢度嘅流程好清楚嘅，你知而家啲鏡頭好高清㗎啦，啲細節會被放到好大㗎。咁啲牙白唔白啊，乾唔乾淨啊，觀眾一眼就睇到㗎啦。其實我自己都幾驚訝，因為個效果係即時睇到啦，但係又唔會死白喎，而係好自然咁樣提亮啦。我以前喺其他地方做過咧，會覺得有啲酸嘅，但係今次咧完全冇呢個感覺啊，成個人即刻覺得自信晒。呢度由洗牙到美白，每個過程都好專業，我好放心，識揀梗係揀專業，想安心咁笑就嚟愛康健啦。拜拜。